这个男人从噩梦中醒来，来到车库，发现自己的爱车变得伤痕累累，气愤地来到物业调取监控，却发现始作俑者竟是他自己，郁闷地来到警局，又被前女友来了个帅气的过肩摔。秀月是反贪调查科的警监，但他并不是个惩恶扬善的警官，只是一心想靠着溜须拍马升职的人。金科长和同事去抓捕毒贩的时候，同事被害身亡，金科长开枪打伤嫌犯的大腿，导致他坠楼身亡。他因为过失杀人，只能接受调查。秀月就负责这起案子，秀月认定他有重大嫌疑，但他这样做也只是为了讨好厅长，想以此升职加薪。之前厅长的侄子栽在了金科长手上，所以才想要伺机报复他。局长也向秀月打包票，只要让金科长停职，他这次的晋升必定势在必得。吴巡警是个单纯善良的人，看到小女孩在张贴妈妈的寻人启事，就决定帮助她。女孩的妈妈郑某之前就已经报过失踪了，是由都警察负责的，但都警察却说她是个有前科的陪酒女，认为她应该只是离家出走了。吴巡警得知小女孩和外婆住在一起，妈妈每周末会来看望她，就连去了美国也会每天给她写信，不是会这样突然失踪的人。妈妈还曾说要给她送来生日礼物，小女孩恳求她帮助自己找到妈妈。吴巡警打印了郑某的寻人启事，得知她在监狱时也谎称是在美国，每天给孩子写信，认为她应该不是那种会抛下孩子出走的人。同僚们都劝她不要多管闲事。吴巡警查到了郑某的通话记录，找到了他之前租住的公寓，门口堆积着快递箱，敲门也没有得到回应，只好找来锁匠打开了门。保安看着这一幕，给电话那头通风报信。吴巡警四处查看，在浴室闻到了很重的漂白水味道，地漏里也发现了一撮染血的头发。此时都警察来到这里，但他可不是来帮忙的，二话不说就将吴巡警一顿暴打。这个拥有雕刻般完美身材的男人正在展示他的白巧克力腹肌，突然一个神秘人戴着头盔走了进来，二话不说直接给他一顿胖揍，狠狠地将他按在地上摩擦，抓起一把洗衣粉就呼了他一脸，接着用滚烫的热水冲刷着他，紧接着再一记重拳将他打落泳池。秀月气愤地命令前台调取出澡堂的监控，但前台查看了监控，却并没有发现那人的踪迹。这时秀月接到了局长的电话，他还窃喜地以为是升职的消息，来到警局，晋升的人却并不是他，而是他的死对头富二代周警监。因为他的爸爸和厅长是发小，所以就轻易挤掉了他势在必得的位置。局长又给秀月找到个晋升的好机会，秀月已经不相信局长画的大饼了，但迫于升职的恳切，还是忍不住问问是什么差事。得知都议员马上要选举，但他的堂弟都警察却闯祸了。都议员约见秀月，他为了能顺利晋升，一连串彩虹屁称赞讨好议员，议员让他在选举之前尽快平息此事。秀月找到满脸伤痕的吴巡警，不理解他为什么为了非亲非故的人做到这个份上。吴巡警的一句因为他是警察，让秀月自惭形秽。他当时是私闯民宅，但都警察施暴也有不对，让两人相互道歉，就将此事翻篇了。吴巡警带着秀月前去看他那时发现的染血的头发，但现在却消失殆尽了。秀月希望两人相互道歉来解决此事，但都警察并不愿意道歉，认为吴巡警只是个疯子罢了，也丝毫不尊重秀月。秀月警告他最好乖乖配合自己解决此事。吴巡警再度来到郑某家，看到了他买给女儿的生日礼物。此时女邻居进来了这里，说她知晓内情，带着吴巡警来了他家，却突然在卫生间惊声尖叫，和保安联合举报他图谋不轨。秀月前来调查，听着女邻居漏洞百出的陈述，立刻明白了是都警察找人演的一出好戏。这是我见过最惨的警察了，只是想要帮助小女孩找到失踪的母亲，却不断遭受暴打。不死心的他又来到了郑某家，想将礼物转交给小女孩，却发现施工队正在拆除这里，幸得在楼下垃圾堆里找到了那个礼物。这一幕却再次被保安看到，都议员正在给女儿举办生日派对，一家三口幸福地拍着合影。秀月因为顺利解决了事情，也受邀来到了这里。议员向厅长引荐了他，议员顶着好爸爸的人设哄睡了女儿，听到女儿的礼物可以自动录制视频，想到这和郑某准备送女儿的娃娃一模一样，顿时大惊失色，原来是他当时酒后杀害了郑某。吴巡警带着娃娃来到小女孩家，却得知她已经搬家了，只能抱着娃娃失落地离开，还被摩托车撞倒在地，娃娃的眼睛摔坏了，露出了里面的内存卡。吴巡警连忙赶回家，正准备查看里面的内容，都警察早就埋伏在此，命令他交出内存卡，对他一顿暴打，成功抢夺到了内存卡，拿出汽油桶准备毁尸灭迹。头盔男再次找上了秀月，又是二话不说来了一套组合拳，将他拖到了吴巡警的家门口，让他向吴巡警道歉。刚打开门，一团火焰就将两人冲开，头盔男将秀月扔了进去，必须要让他向吴巡警道歉。秀月找到了昏迷的吴巡警，眼见火势越发凶猛，头盔男击碎了玻璃窗，将两人带到了窗口，火焰已经烧到了燃气管，瞬间涌向了他们。秀月带着巡警坠落在了车顶，头盔男宛若英雄从天而降，帅气地擦去了胳膊上的火焰，摘下了头盔，一张狂拽邪魅的帅脸出现在眼前。这个男人只是想帮小女孩找到失踪的妈妈，却不断遭受暴打，甚至差点丢了性命，现在昏迷躺在医院，还被诬陷成了杀人凶手。秀月也感到良心不安，联想到最近诡异的事件，想着只有尽快找到郑某才能水落石出。
头痛欲裂的秀月来到药房，发现了正在张贴寻人启事的小女孩。他请求秀月帮忙把4叶草手链转交给吴巡警。秀月和同事通宵查看郑某家附近的监控，同事发现一辆可疑的车辆。秀月认出那是给去世宠物做火化的焚化车，但突然凌晨出现在小区附近十分可疑。拨打车身上的电话也是空号。两人在偏远的郊区找到了那辆车，守在那里的男人意识到不妙，找借口偷偷开溜。同事击破车窗，在焚化车里发现了残留骨灰。都警察得知有人带走了骨灰，担心事情败露，怒不可遏的让他们立即跑路。秀月这边经过法医检测，发现骨灰当中的确含有人骨。秀月来到小女孩家，采集了郑某弟弟的简体，男人却只想得到姐姐的保险金，丝毫不在意姐姐的死活。秀月只能无语的离开。小女孩追出来询问她，自己的妈妈是否已经离世。秀月不知该如何回答，小女孩也明白了她的欲言又止，请求她不要再帮她寻找妈妈。秀月看着可怜的小女孩也于心不忍。秀月接到同事的电话，已经确认死者就是郑某。心烦意乱的秀月回到家，看到哥哥订的外卖，发现外卖员头上都有记录仪，来到外卖公司查看事发当晚的录像，发现那时都警察出现在了吴巡警家附近，推测是他杀害了郑某，担心事情败露，才要将吴巡警灭口。秀月准备将都警察绳之以法，不料都警察早就先发制人，在吴巡警昏迷的时候采集了指纹，诬陷他杀害郑某。而在吴巡警家也找到了凶器。同事听到后瞬间暴怒，明白都是都警察的计划，双方扭打在一起。局长对于他们大闹警署大为不满，秀月解释都警察才是真凶，局长却说都议员亲自打来电话，证明事发当晚两人一直在一起，随后甩出升职人员的名单。秀月看着自己即将晋升，便默不作声。新闻播报：曾经因为监察压力试图自杀的吴巡警被揭涉嫌杀人，引发世人震惊。秀月成功晋升组长，但同事对他这样得来的升职十分不屑。前女友也讽刺他终于心愿得成，告知他郑某是牺牲同事的线人，两人相继被害。这个案子没有那么简单，将郑某戴着的项链照片给他看，而里面就藏有摄像头。秀月不想趟这汤浑水，借口将前女友赶下车。这个男人遇上电梯故障，突然有个头盔男撬开电梯门，但他可不是来救援的。头盔男在电梯里疯狂蹦跳，秀月害怕地蹲在地上，随着头盔男高高跃起，奋力一跳，一瞬间电光火石，电梯急速下坠，秀月也吓晕了过去。醒来却发现自己被倒着绑在机车上，头盔男疯狂地在商场内行驶，他只能无助地大喊大叫。机车突然停下，原来是一个老奶奶要过马路，头盔男礼貌地跟老人打了招呼，随后再次疯狂地加速向山区进发，最终停在了焚化炉小车旁边。小混混拿了钱却没有跑路，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带着手下重新返回了这里。秀月趁着头盔男和混混们打斗时，潜入2楼找到了郑某的项链，随后立即逃离现场，留下头盔男独自混战。秀月拿出项链里的内存卡，发现了都议员杀害郑某的事实，惊恐地关上电脑。秀月不想惹上麻烦，准备扔掉项链。头盔男突然出现夺走项链，秀月质问他到底是谁。头盔男摘下头盔，说他就是当代最后的英雄，专门处决无可救药的人。秀月只当他是个疯子，头盔男直接站到护栏外往后一倒，秀月立马冲过去，但头盔男却不翼而飞。都议员成功连任，厅长提议一同聚餐庆贺。秀月突然头痛欲裂，借口来到卫生间。头盔男再次出现，感谢他提供的 U 盘证据，随后便离开了。秀月赶紧追出去，眼看头盔男就要追上都议员，秀月只能无助的大喊不要。头盔男大喊都议员的名字，随后飞身一脚踹向都议员。画面一转，每次头盔男出现时都变成了秀月的脸，原来他们就是同一个人。这时秀月正定格在半空中，飞身踹向都议员，众人都被他的举动吓得目瞪口呆。这个男人刚刚还在对议员卑躬屈膝，下一刻却直接飞身踹向了他，随后抓起他的脑袋狠狠地扇了他几耳光。清醒过来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看到马路对面拍手称赞的头盔男，立马追了上去，用手铐铐住了他。看着他挑衅的眼神，低头发现竟是铐住了自己。这时警员们也追来了这里，他也只能逃跑。局长气得火冒三丈，命令警员们必须将他抓回来。都议员也气得咬牙切齿，但因为选举刚刚结束，他并不想将此事闹大，警告警长谨慎处理，不然他也不会善罢甘休。前女友找到秀月，帮他解开了手铐。秀月告知他已经找到了项链，里面也拍下了都议员杀害郑某的罪行，但是现在项链却不见了，解释都是头盔男突然出现抢下项链，就跳河失踪了。刚刚本来想铐住他，却发现自己被铐住了。前女友以为他在胡言乱语，提醒他要是项链不见了，他就只能完蛋了。秀月意识到，如果头盔男真的和他是同一个人，那项链就很有可能还在家里，拉着前女友就往家赶，却听到了警员的声音，两人仓皇躲进楼道，听到他们离开才逃回家中。警员准备离开的时候，看到秀月家中若隐若现的灯光，察觉到异常。秀月打开了保险柜，里面摆着一套机车服和头盔，还有和前女友的合照。秀月也是一头雾水，突然警员们破门而入，两人只能慌忙地躲进衣柜，才逃过一劫。两人来到河边寻找项链，
秀月脱了衣服下河摸索，冻成冰棍了，也还是一无所获。委屈的来到母亲这里，想到自己的人生就要完蛋了，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看到了母亲脖子上的项链，立马激动的一把抱住母亲，喜极而泣。秀月将视频带给局长，但视频太过模糊，也没有直接杀人的画面。局长认为光靠这个不可能扳倒都议员。秀月努力说服他，如果在他们警署破了这个案子，那他们就出人头地了。局长将此事转告给了警长，希望能让秀月负责此事。如果成功，警长也会声名大噪；就算失败，也是秀月背锅。都议员得知秀月殴打国会议员，就只被罚了停职而已，将怒气都发泄在了都警察身上，将他的头狠狠按进鱼缸，警告他必须尽快处理好此事。秀月找到心理医生，想要彻底摆脱头盔男的纠缠。医生给了他一盒新的药，并传授给他一套自我催眠疗法。秀月准备离开的时候，头盔男又出现了。秀月立马吃药，睁开眼，头盔男竟真的不见了。尝到了甜头的秀月以为真的百试百灵，好不容易回到家，头盔男直接躺在了他的身边，夺下药瓶，将药丸全部灌进了秀月嘴里。秀月询问他叫什么名字，男人说他叫 K。 随后秀月又两眼一黑，昏睡了过去。前女友来到了秀月家门口，输入了自己的生日，竟成功打开了门，走进去一巴掌扇醒了秀月。看到局长并没有出动抓捕他了，猜测他已经找到了项链。前女友看到视频，愤怒的想要去抓捕都议员，被秀月拦下。秀月来到之前找项链的地方，想到那时的混战场面，同事也来到了这里。秀月决定要找出马社长一行人，拜托同事协助追查，势必要让罪犯受到应得的惩罚。秀月一到家，哥哥就给他准备了生日惊喜，但这其实是哥哥的生日，秀月是被收养的，所以生日一直和哥哥一起过。秀月回想到小时候，他和哥哥一同庆祝生日，母亲给他们准备了一样的礼物，他也第一次叫了妈妈。社长从手下这得知都议员吃了他们的药闯祸了，而且他们的货也被偷了一批，决定好好惩治这些老鼠们。秀月醒来，哥哥就给他送上了变形金刚，还说是他凌晨发了很多信息，让他一定要买来的。秀月看到短信记录一脸崩溃，哥哥却问他和项链放在一起的东西怎么处理。秀月立马急匆匆地来到披萨店，哥哥搬出一大箱珠宝，原来他当时横扫一片的时候还顺走了一箱东西。哥哥打开了暗网，来路不明的东西都会在这里交易，将赃物拍下来都挂了上去。都议员找到了社长，扔出一沓钱让他处理掉一个人，警告他拼死拼活地回到了母国，就要努力留在这里，不然被抓到驱逐出境的话，下场又该如何。社长同意帮他处理掉那个家伙，但条件是要给他一家快递公司，他有意要光明正大的贩卖药物。混混们看到了秀月哥哥公布的赃物，图片中发现了披萨店的名字，立即绑架了哥哥，警告秀月尽快过来。秀月悄悄来到这里，让同事赶快前来支援。他正躲在车里，却被黄毛发现了。混混们一拥而上，将车窗击碎。秀月只能夺命狂奔，躲进一间超市祈祷 K 赶快出来。秀月解决了几个小混混，可这时迎面走来3个壮汉，秀月被打倒在地昏了过去。醒来时 K 正在他旁边悠闲地吃着薯片。秀月叮嘱他一定要抓到马社长。秀月一脚踹飞货架，舒展了一下筋骨，选上2把趁手的兵器，独自一人撂倒了一众大汉。黄毛突然从后面偷袭秀月，关键时刻前女友赶到，一脚踹飞黄毛，3两下便制服马社长。秀月这才看到自己手上的伤口，前女友细心帮他包扎好伤口。K 在一旁看着，对这个女人一见倾心。秀月审问马社长，确认了都警察就是帮凶，立刻准备前去抓捕他。都警察正准备跑路，社长却找上了他。原来都议员拜托要处理的人竟是自己的弟弟。秀月赶到这里时，都警察已经被伪造成自缢身亡，办公厅的文件也被清理，母亲的小店也乱作一团。这时都议员约见秀月，秀月来到一处豪华的会所，都议员早就在此等候他。秀月立马跪下认错，恳求都议员的原谅。都议员决定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去企业上班，不要再做警察了。随后将郑某给女儿录的视频交给他，当做他退职的礼物。秀月想到可怜的小女孩在卫生间崩溃不已，突然接到吴巡警的求救电话，得知他现在正在被人追杀。这个原本昏迷躺在医院的男人却突然凭空消失，原来在都警察准备将他灭口的时候，他已经醒了，趁他不备逃出了医院，躲在他的车上，持刀威胁他说出杀害郑某的真凶。都警察拿出录音笔证明真凶其实是都议员，吴巡警立刻抢走录音笔逃离。他拨通秀月的电话，请求他帮助自己抓到真凶。这时都议员来到卫生间，秀月立马毕恭毕敬。都议员试探他是否知道吴巡警的下落，原来社长当时在都警察的行车记录仪里发现了吴巡警拿走录音笔的事。都议员承诺会给到高额酬劳，让他帮忙解决好剩下的麻烦。前女友找到被停职的金组长，将调查到的线索告诉了他，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了都议员。金组长叮嘱他要谨慎行事。秀月安置好吴巡警，他将都议员才是真凶的事告知了秀月，看他一脸淡定，明白他已经知道了真相。秀月告诫他，以目前的证据并没有办法给都议员定罪，而最重要的人证都警察也已经死亡，现在所有的嫌疑都指向了他。郁闷的秀月想到自己的艰难处境，拨通了都议员的电话。随后社长带着手下们出现，都议员也来到了这里。
吴巡警气愤秀月的背叛，质问都议员是否杀害了郑某。都议员并没有正面回答。秀月抢走吴巡警的录音笔献给都议员，都议员抄起高尔夫球杆对着吴巡警一顿暴打。一旁的秀月都不忍直视，但这其实都是他们的计划，目的就是让都议员亲口承认罪行。前女友在车内听到里面的动静，也忍不住想冲进去，但如果现在上去，一切就前功尽弃了。吴巡警满脸是血，依然坚定地说一定会将他绳之以法。都议员终于受不了了，大喊那个女人就是该死。那么想知道真相，就去下面亲自问他吧。终于等到都议员亲口承认罪行，秀月一脚踹飞他。手下们听到动静进来查看，前女友和同事也制服了看守的手下们。秀月不敌社长的助手，都议员被救走。奄奄一息的吴巡警请求秀月不用管他，一定要抓住都议员。秀月追出去，再一次被打倒在地。这时 K 出现了，轻松打趴下了助手。都议员见形势反转，立马跑路。K 堵住他的退路，秀月拦住了他，决定亲自和都议员算这笔账。随后秀月一记重拳打向了都议员。K 看着秀月的改变也很欣慰，这个男人的身体里住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格，一个是溜须拍马的警察，一个是除恶扬善的疯子英雄。而这个疯子人格竟然将秀月的钱全部捐给了儿童基金会。秀月知道这个消息，立马冲到银行，看着自己账户余额瞬间崩溃，要回自己的财产无果，以此威胁 K 现身。 K 却并不在意，秀月哭诉自己辛苦存下的钱，一招就被他败光。秀月房租也付不起了，只能搬回妈妈家。K 一直和他形影不离，就连洗澡也在一起。秀月再也忍受不了了，和 K 谈判，既然两人要共用一具身体，那就必须分工合作。白天是自己的时间，晚上就是 K 的时间。身无分文的秀月前去娱乐场所索贿，拿到钱挣，暗自得意。晚上 K 就砸了这里，还带走了账本证据。秀月气愤地找到心理医生，他实在忍不了了。医生建议他辞职接受治疗，担心他的人格已经彻底分裂，这样身体迟早会垮掉，到时另一个人格也可能完全占有这个身体。秀月听到这话，害怕的不知所措。吴巡警和秀月都不约而同的来看望小女孩。郑某弟弟很感谢秀月抓到了真凶，但秀月对他过分在意保险金的事不满。他解释是姐姐生前就嘱咐过他，要是他发生意外，一定要去领保险金，好好照顾自己的女儿。他也是遵守对姐姐的承诺。秀月将郑某给女儿留下的视频放给了小女孩看。小女孩看着妈妈的留言，想到和妈妈一起的幸福过往，泪流满面。这个男人每天凌晨就捧着花在前女友楼下，并不是对她念念不忘，而是他体内的另一个人格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这时前女友给他打来电话，疑惑他为什么每天都送花来，不明白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可以听着他的声音害羞不已，紧张的只敢用短信来回复。前女友感到莫名其妙，气愤地挂了电话。他突然接到组长的电话，得知都议员在狱中被刺受伤，应该是毒贩想要将他灭口。前女友担心对方还会有后续行动，提议立刻将他转移，避免夜长梦多。转运途中，押运车却突然被撞翻，一个神秘人出现，将都议员和其他警员杀害，而前女友是唯一的幸存者。都议员和押送警员都身中10几刀，而前女友并没有刀伤，连夜押送也是他的建议，所以不免有人怀疑他的动机。前女友想到那时迷糊中他看到了嫌犯的身影，但那双眼睛让他感到不寒而栗。秀月和 K 因为前女友的事不断争吵， K 坚信他是冤枉的。看着无动于衷的秀月， K 恳求他救出前女友，到时他愿意消失。秀月打开麦克风说自己一定会救他出来的。你见过这么纯情的男人吗？为了救出心爱的人，宁愿让自己消失。前女友西千惨遭陷害接受调查，她的父亲1年前破产，原本的富家女如今却得为父还债，所以很难不被怀疑。当时的行车记录仪也并没有拍到目击者的正脸，但可以根据他手上的手环认出是之前他砸了人家厂子的夜店。秀月只能一脸乖巧的陪着笑脸，想要从老板这里得到线索，但气愤的老板并不打算帮助他。K 拎着酒瓶说只要秀月一声令下就立刻教训他。老板记恨秀月，决定以牙还牙，秀月只能无奈的让 K 出手，但 K 慢了一拍，秀月结结实实的挨了一记重拳。秀月察觉出 K 就是故意的，两人争吵时，西千也来到这里。 K 立马害羞的躲在秀月身后。西千决意要找出杀害同僚的凶手，随即动身去筛选当天夜店的相似人员。K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依依不舍。餐厅里 K 痴痴的看着西千，看到他的水杯空了，立马起身去帮他倒水。但在西千眼中，这都是秀月做的。他对秀月最近反常的举止十分不解，猜测他难不成是有双重人格，突然这么认真的帮忙查案，是不是还喜欢他？ K 立马冲着他告白比心，秀月只能尴尬的解释是因为这个案子现在备受瞩目。西千警告他不要再做出让人分不清的举动。两人终于找到了目击者，但他却说自己什么都没看到。面对西千的恳求，他也无动于衷。 K 气愤地抓住他的衣领，目击者顿时吓得落荒而逃。秀月和 K 互相看不顺眼，找到心理医生治疗，两人都想要彻底摆脱对方。医生认为双重人格都是因为幼时留下的创伤导致，需要了解他小时候发生的事。 K 闻言却气愤地说他不治疗了，医生只好开始对秀月进行催眠治疗。秀月来到了一条长长的走廊，打开房门，记忆不断浮现。
秀月顿时惊醒，医生察觉出原来秀月小时候失忆了。正义满满的吴巡警也被调到了秀月的部门。秀月还在苦恼案件没有新的进展，K对于单纯善良的吴巡警十分满意。西迁刚回到家，楼下却围满了警察。秀月也赶到了这里，警察接到报警，这里发生入室抢劫，但在现场却搜到巨款和药品，西迁也只能被拘留接受调查。秀月猜测这人如此了解缉毒组的情况，很有可能在缉毒组有内应，但西迁十分相信他们组，坚定地认为组长会帮他洗清嫌疑。金组长来到一所仓库，对着徐祖元就是愤怒的连扇几巴掌，斥责他擅自行动。原来当时杀害都议员就是金组长指使的，另外2名组员也是同伙，当时他们伙同凶手处理了都议员和同僚，但组长决定放过西迁。秀月在警局遇到金组长，直言本来缉毒组有很大的嫌疑，但现在所有的证据却都指向西迁。秀月的直觉让他怀疑是缉毒组有人想要断尾求生。秀月与 K 再次找到目击者，看着他惊慌的神情，猜测他当时一定看到了什么。秀月接到吴巡警的电话，他找到了凶手逃跑的路线。当时有一辆可疑的救护车，没有牌照，而且在警方到达之前就离开了现场。秀月劝诫目击者，只有抓到凶手，他才能活下去。当时凶手也发现了目击者，警告他已经记住了他的脸，最好不要多管闲事，便坐着救护车离开了。凶手带着药品前去与对方接头，但那人却是社长的助手，一把将他按进水里。眼看凶手就要毙命，一把枪抵住了他的脑袋。金组长提出亲自与社长面谈，金组长承诺会帮助他以合法的渠道清理市场，但社长并不打算轻易就与他合作。秀月一行人来到废车场，找到了那辆救护车，但却处在监控死角。眼看线索中断，吴巡警想到这里的其他废车也可能有完好的行车记录仪，说不定就拍下了凶手的样子。秀月忍不住赞叹吴巡警是天生的警察。在善听到这话，醋意大发。缉毒组全员恶人，金组长竟伙同组员监守自盗。而秀月这边虽然拍到了凶手的样子，但他早就不知所踪，老家也成了废宅。众人苦恼，不知该如何找到他。吴巡警突然想到，当时时间紧急，要找到货车和救护车，应该只能和车辆交易公司联系。而近期注销的车辆公司名单中，发现其中一家的老板和凶手是初中同学。秀月再次感叹，吴巡警仿佛是天降福星。在善看着亲密的两人，手中的披萨都不香了。秀月立即准备前去调查，但是车子却被困住。这时 K 骑着机车帅气登场，秀月立马抢下他的装备，带着他一同前去废车场。K 也对这样的秀月有所改观，觉得他或许也不是那么坏的人。K 帅气地翻进废车场，两人偷偷潜入，发现了药品，而毒贩一行人也发现了他们，双方立即展开混战。秀月与 K 默契的合作抗敌，将毒贩们都打倒在地。这时凶手从后面突然给秀月来了一针，秀月捂住脖子痛苦不已。秀月醒来后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椅子上，金组长一行人也来到了这里。徐祖元拿出枪准备处理了凶手，金组长却对徐祖元开了一枪。原来社长提出要想和他交易，就得先处理了动他仓库的徐祖元。金组长命令凶手开枪，秀月被这个场面吓懵了。金组长一脚踹翻秀月，用枪抵住他。秀月连忙求饶，猜出金组长这样做是想设计出凶手勾结组员杀害了都议员，提出会协助他处理好这起案件，请求他再相信自己一次。金组长在注射器上留下了秀月的指纹，也在1个小时前就往他哥哥的账户打了钱。秀月这才意识到，原来这一切都是金组长的计划。有了秀月的协助，这个案子也就此结案了。原本就心烦意乱的秀月还被愤怒的 K 指责，两人扭打在一起。秀月其实也只是为了活下去罢了。秀月来探视西迁，现在凶手一直坚称西迁是共犯，所以他目前没办法洗清嫌疑。西迁不相信凶手就是这起事件的主谋，但到这个时候，他还是相信他们组会尽力救出他。秀月有口难言，前女友询问当时杀害卓警长的也是徐祖元吗？秀月翻出那时的案宗，发现尸体的掉落顺序和金组长的证词相反，猜测当时是金组长残忍杀害了两人，随后刺伤了自己来躲避嫌疑。秀月决定和 K 携手重新调查这起案子，将金组长绳之以法。这个男人正沉浸在歌舞中，努力讨好着上司，希望以此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这时接到一个神秘举报电话，那人有卓警官被害的证据，但秀月并没有在意，也因此引发后面的一系列问题。秀月决定与 K 一起找出那个举报者，重新调查这起案件。吴巡警发现徐祖元离开葬礼的时间和西迁家被盗的时间吻合，猜测当时诬陷西迁的人就是他。秀月看着沈某家成堆的课本，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杀害卓警官的。这时发现一份爱心康复院的册子，前台的护士认出了照片中的人，就是贺震的好友。每次贺震逃走时，都是沈某不厌其烦地将他送回到这里，让秀月可以去贺震经常去的废车场找找。秀月与 K 一同来到这里，担心里面的瘾君子可能会认出他。K 帮他想了个好办法，秀月用自己的高级西装换来了瘾君子破烂衣服，衣服恶臭的味道让秀月连连作呕。变装成功的秀月进入废车场，毒贩警惕地撸起秀月的衣服，看到他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孔，才将药物卖给了他。原来 K 早有先见之明，提前在胳膊上扎了许多针眼，才得以顺利蒙混过关。
但初来乍到的秀月被一群瘾君子盯上了，一棍子打倒秀月，抢走了他的药品，还扬言就当做新人的见面礼。瘾君子清楚，真正的毒虫是不可能就这样轻易的放弃药品，猜测秀月是卧底警察，随后拿出药品让他当场证明自己。秀月气愤 K 出的馊主意，瘾君子们看着自言自语的秀月，觉得他可能真的是个精神病，便都离开了。秀月在角落里发现了贺震和 K 带着他准备离开这里，刚刚的瘾君子们又追了上来，秀月几人只能夺命狂奔逃离这里。这个帅气的男人拯救了濒临死亡的瘾君子，将他带到自己熟悉的小诊所，询问之前的举报电话是不是他打的。贺震神志不清，毒瘾发作，原来他当初得知沈某要去举报，赶紧去向老大汇报，也因此间接害死了沈某，负罪感也一直折磨着他。秀月线索再次中断，只能先将他暂时留在治疗室。凶手按照金组长的指示修改着口供，告知金组长，他的手下看见秀月出现在废车场，还带走了和沈某有关的人。得知秀月并没有放弃调查，金组长决定给西迁一点教训。女子监狱里，西迁寡不敌众，被大姐头恐吓。秀月得知此事，找到金组长，希望他不要再伤害西迁，他到现在还很信任他。金组长劝诫秀月，如果不想西迁再受到伤害，就不要再搞小动作了，不然也只能鱼死网破了。秀月察觉到金组长的不安，更加确信卓警官被害案肯定就与金组长有关。吴巡警认为徐祖元当时应该没有时间销毁物品，很有可能就藏在车里，和在善一同来到废车场。突然，一个男人偷走了在善的钱包，吴巡警看到他脖子上的奖牌，立马出动追击，奋力一跳制服了他，拿回了西迁的金牌。男人也承认是从徐祖元的车里偷的。两人终于找到可以证明西迁是被诬陷的证据。秀月和 K 一同在监狱门口迎接西迁，看见西迁的那一刻， K 激动不已，害羞的不知所措。西迁拿出包里的一堆情书，警告秀月不要再做出让人误会的举动。秀月清楚是 K 的杰作，只能尴尬的说是太担心他了。西迁出狱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出杀害同僚的幕后黑手，想到那时他们并没有伤害他，应该是想利用他来警告别人。秀月告知西迁，害死卓警官和之后的一系列案件都是金组长所为。这个瘾君子被人所救，醒来后又偷偷跑了出去，致电秀月，他已经知道了当时打举报电话的人是谁，会亲自去向他确认，帮沈某洗脱罪名。贺震找到金组长的另一名组员小启之后，贺震的尸体就在郊外被发现，死因是注射了过量的药品。秀月赶到现场，明白他是被灭口了。原来当时贺震找到了小启，但他不希望惹上麻烦，让贺震再也不要来找自己，便驾车离开了。社长的助手突然来到这里，将贺震灭口。助手向社长汇报贺震没有暴露任何信息，社长吩咐他继续监视秀月。秀月找到小启，从通话记录中发现贺震遇害前只联系过他，而之前的举报者也就是他。小启辩白自己并没有杀害贺震，秀月劝说他交出证据，一起合作扳倒金组长。西迁试探地询问金组长，金组长却不再隐瞒，直接承认了这一切。西迁失望地说，下次见面一定会抓捕他。小启来到酒吧，看着卓警官生前送给自己的酒，想到他对自己的照顾，拨通电话约秀月1小时后在卓警官的灵堂见面。而秀月的行踪都被助手监视了，社长将秀月与小启会面视频发给了金组长。一个小女孩端着年糕来到西迁家门口，说是新搬来的邻居。当西迁打开门，4、5个壮汉却径直冲进西迁家。金组长立即来到灵堂，小启猜到事情暴露，立刻逃跑。秀月赶到，在窗边看到金组长正在追赶小启，金组长开枪警告他不要再跑了。小启赶紧跪在地上求饶，主动献上证据。他当时恰好拍下了金组长杀害卓警官的视频，恳求金组长再原谅他一次。金组长气愤地对他一顿暴打。秀月飞身一脚踹飞金组长，夺过手机，决心今天一定要逮捕他。金组长却并不担忧，警告秀月，如果自己出事，就别想再见到西迁。小启突然从后面打倒秀月，怒斥他没有本事，还要拉自己陪葬，随后踩碎存有证据的手机。金组长让秀月赶快去废车场，说不定还能见他最后一面。秀月急速赶到废车场，在货柜车厢里发现了晕倒的西迁，柜门突然关闭，两人都被锁在了车内。金组长吩咐手下处理了两人，便开车离开了这里。秀月与 K 疯狂地踹着车门，但依旧没有改变。这时西迁醒来加入了作战，三人同心协力，终于将车门踹开。秀月和西迁挂在急速行驶的货车上摇摇欲坠。这个男人为了营救心爱的女人，被一同锁在了货车柜中。危急关头，三人合力踹开车门，将混混制服塞进车厢。这边的混混们正在挖坑，却不料秀月驾着货车冲来，疯狂地将混混们都撞进巨坑。吴巡警和在善带着警察赶来，将混混们都逮捕归案。西迁调查到药品来源是俄罗斯，在都议员的照片中发现了这个可疑的身影，正是社长的助手安德烈。吴巡警也认出逮捕都议员的时候，他也在场，猜测他就是金组长的新搭档。秀月找到凶手，劝说他指认犯人，告诫他已经沦为弃子，只是被金组长利用罢了，不如趁这个机会摆他一道。凶手也放弃了挣扎，指向了照片中的安德烈。次日，众人分头寻找线索，
西迁发现都议员曾卖掉他妻子名下的一家快递公司。秀月与 K 前去调查的路上，遇到一辆快递车，秀月发现那个司机就是安德烈的手下，立马追了上去。在仓库发现了安德烈的身影，秀月差点被手下发现 ，K 带着他躲进了车厢。快递员将车门关上，驾车离开。秀月再次被锁在车厢。西迁来到一家糖果店，向店员询问是否见过照片中的人，而社长就坐在角落注视着他。这两个男人被关在狭小的车厢里，高温的状态下 K 已经口渴难耐，而秀月此时膀胱都要憋炸了。K 在箱子里找到了水，不顾秀月的恳求，一饮而尽。秀月只能无奈地用空瓶解决困境。这时货车停下卸货，秀月准备趁机离开， K 却在箱子中发现了大量药品。眼见快递员就要回来，秀月只能再次躲回车厢，拆开箱子，在里面发现了大量药品。秀月带着警员们前来抓捕毒贩。安德烈在混战中趁乱离开，被在善发现。安德烈将电话卡吞下，两人随即展开一番激烈缠斗。眼看安德烈落入下风，他突然掏出匕首刺向了在善。安德烈欲给他最后一击，秀月赶到一脚踹飞了他。看着好友负伤，秀月悲愤交加，安德烈却突然缴械投降。审讯室中，秀月想要查出真正的幕后黑手，但对方却始终一言不发，并开始用手铐自残。秀月立马阻止他。金组长从厅长那得到了授权，将由缉毒组负责审讯，随即吩咐手下强行带走了安德烈。面对秀月的怒火，还不断出言挑衅。金组长收到社长寄来的包裹，两人秘密会面。金组长认为他弃车保帅的做法很对，劝说他这段时间低调一点。社长却不打算善罢甘休，威胁金组长去抢来警方扣押的货物。吴巡警看着受伤的在善，忍不住掉泪。在善的妻子看到这一幕，调侃他俩好似甜蜜小情侣。在善妻子遇到来探视的秀月，秀月本想开溜，却被他叫住，默默承受斥责。原来他们是高中同学，也是秀月促成两人相亲。在善妻子看着他认真的模样，也不和他开玩笑了，让他不必担心。算命的可是说在善能长命100岁的。在善看到秀月前来，立马装可怜。吴巡警对他的反差行为一头雾水。秀月连连道歉，在善也将近来的委屈倾诉，认为秀月似乎不需要他了，才会选择独自面对危险，鼓励秀月一定要抓住金组长，为他报仇。缉毒部组长竟坚守自盗，买通了守卫，将警方扣押的药品都偷走了。西迁发现了他的行动，致电秀月准备前去查看。秀月叮嘱他不要轻举妄动，他会马上赶过去。但西迁眼看金组长要跑，只能持枪拦截他们。金组长拿过小启的枪，却反倒挟持了小启，威胁西迁放下枪。西迁无奈放下枪，金组长欲将他灭口。秀月赶到这里，金组长立马驾车逃离了现场。秀月一路追击，还是被他逃脱。金组长来到交易地点，毒贩拿到货品，准备按照社长的指示将他灭口。金组长早就料到了，拿出汽油点燃了药品。警方也赶到了这里。金组长逃到了卓警官遇害的地方，埋伏在暗处开枪将秀月击倒。准备离开时，秀月一个飞身扑倒他。原来胆小的秀月早就穿上了防弹衣，两人一番打斗，金组长不敌，被秀月暴打。金组长拿着枪对着秀月，关键时刻西迁赶到开枪击中了他。眼见金组长即将坠楼，秀月及时抓住了他，西迁也协助营救。随着背包扯开，金钱洒落，金组长彻底崩溃。他背弃组员杀害同僚换来的，不过是一场空罢了。金组长也被逮捕归案。事情终于告一段落，洗脱冤屈的西迁在秀月怀中委屈痛哭。秀月送西迁回家，西迁提出帮秀月处理伤口，让他上去坐一会。秀月进去后，轻车熟路地帮西迁换灯泡。看到杂乱不堪的房间，一边吐槽一边默默收拾。西迁给秀月贴好创可贴，秀月突然一把抓住了西迁，两人缠绵拥吻。罪犯都已逮捕归案，秀月却说还差一个人，将证件交给局长，认为他做过伪证影响调查，也需要受到处罚。但生活还得继续。秀月妈记忆力越来越差，忘关水龙头，导致渗水需要赔偿2000万。秀月只能再次找到局长，恳求他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局长早就猜到这个结果，将证件交还给他。秀月抱着局长喜极而泣。局长虽然帮他说了好话，但秀月还是需要接受心理治疗，确认状态能否正常工作才能重回岗位。而这位和警局合作的心理医生，任职的地方恰好是之前 K 捐款的儿童保护所。社长依旧雷厉风行，对弄丢货又丢了钱的混混痛下杀手。安德烈也将押送车的警员杀害，逃了出去。秀月如约来到接受心理治疗，医生夸赞秀月的眼睛很漂亮。秀月有点不明所以，她总是看向 K， 医生也看出了她的异常，说这次的治疗暂且结束，希望下次秀月可以讲讲她小时候的事。秀月想起了一些幼时的记忆，记起了她原本叫黛西，一直被父亲家暴，在父亲去世后被领养，但对于父亲去世前的6个月却没有丝毫记忆。秀月正头痛欲裂时，可以朝她走来。这个女孩满身血迹的来到警局自首，亲口承认她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原本毒贩光天化日逃脱，就令局长苦恼不已，现在又冒出一个少女吸毒弑父的案件，遇害的还是一名前任警察，局长更加烦闷，该如何对上级交差？将这个任务又交给了秀月，并说西迁也还没分派好部门，可以暂时协助他查案。秀月与西迁在那一吻后都有些许尴尬，可也察觉出他们两人之间奇怪的氛围，
可以拽着秀月的衣领警告他，就算自己是为正义和爱情赌上性命的英雄，也绝不会退让的。秀月来到案发地点，认出遇害的警官就是之前被他逮捕的白警官。西迁巡查现场，也发现了疑点，嫌疑人是20出头的女性，但家中并没有她生活的痕迹，全是被害人的物品。审讯时，警方在英珠的血液中查出了违禁药品。西迁询问药品的来源，英珠神情呆滞，只有一句什么都不记得了。吴巡警说，之前英珠的班主任曾举报她遭受过虐待，猜测这可能就是杀人动机。秀月想起之前英珠主动将父亲藏起来的账本交给他，希望父亲再也不能回家了。吴巡警疑惑他已经成年，为什么不逃走？感同身受的秀月明白他应该尝试过逃跑，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秀月让两人尽快查出他的移动路径和通讯明细，确认药品的来源。秀月找到男律师，希望可以帮助英珠。西迁也带着同样的想法来到这里，与秀月撞个正着。西迁知道秀月现在一定很自责，秀月很懊悔自己当时没有深入调查，没有看出他的恳切。明明拜托他不要再让父亲回家，他却反倒将他送了回去，才导致事情变成这样。少女杀害了亲生父亲，面对律师的帮助，却只有一句今天是几号，之后便打碎玻璃割腕自尽，幸得发现及时才保住了性命。吴巡警在英珠的电脑里发现了他拍下的作案过程的视频，他坐在镜头前说都结束了，终于可以睁开眼睛了，问接下来要做什么呢？秀月将视频带给心理医生，医生说这是一种情感操控，找缺爱或者遭受虐待的人，因为这种人好把控，在他们形成依赖后，就会将对方想完成的事当做自己想完成的事，也不会在乎对错。秀月找到英珠的班主任，想找出他依赖的人。班主任记起他有一次和佳音一起离家出走了，秀月与 K 一同来到佳音家，一群精神小妹小伙聚在一起， K 让秀月在门口等候，交给他来处理。暴打过后，几人都配合了许多，得知了英珠经常去见申医生。再善确认了监控，那时英珠见的人正是申医生。西迁查出英珠自杀前也曾见过申医生，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他。秀月赶到保护所，质问他是否操控英珠杀人，为了掩盖罪行，还操控他自杀。气愤他就这样对待可怜的孩子，随意践踏他的信任。申医生一头雾水，无奈地拿出视频证据，解释只是帮他做心理治疗，是真心想要帮助他的，并问秀月是否与英珠有过相似的经历，才会如此激动。秀月却依旧没有打消对他的怀疑。秀月前来探视英珠，想要知道是谁指使他的，但英珠还是只有一句今天是几号。秀月问母亲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原来当初是哥哥捡他回来的，那时他满身伤痕，血迹惨不忍睹，母亲却阻止哥哥继续说下去，似乎知道些内情。秀月来到以前的家，痛苦的记忆不断浮现，还看到了年幼的自己。秀月追上去来到走廊，看着镜头的1002房间，正要打开时 K 突然出现阻止他，此举让秀月更加想要知道真相。打开房门后，却又再度回到了老房子。哥哥看到母亲的店铺挂了出租，找到正在打牌的母亲，以为他是赌博把钱都输光了，但母亲其实是用这笔钱赔偿了渗水的修理费。哥哥还在追问剩下的钱，母亲无奈地说他得了老年痴呆，打牌也是听说对痴呆有好处，想用剩下的钱住疗养院，叮嘱儿子不要告诉秀月，不希望给他增加负担。秀月得知了英珠逃跑的消息，立刻出动人手寻找。申医生致电秀月，猜测这是不是一种游戏。这时英珠来到这里，刺伤了申医生。秀月赶到现场，目击者来拿篮球时发现了血泊中的申医生，幸得发现的早，并没有生命危险。秀月打开电脑，定位正是他曾经的家。秀月立马赶了过去，英珠缩在角落，觉得自己看着自己都感到恶心，手中拿着小刀。秀月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英珠说他总是找不相干的地方和人，所以那个人才会生气。秀月问那个人到底是谁，英珠再次问出那个问题，今天是几号？在秀月说出10月2号的时候，英珠呆呆地说到时间了，便将小刀刺向自己的脖颈。秀月没能阻止这一切，眼睁睁看着他离世。申医生出院后，秀月找到他，认为英珠的案子真正的目标可能是他。最后发现英珠的地方是他小时候的家，好像是故意等着他在他面前死去，但他实在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来寻求医生的帮助。医生也愿意帮助他。吴巡警查到了英珠使用的暗网账号和密码，秀月登录上去，对方却说好久不见，很快会再见面的，并打出了秀月曾经的名字在西。这个男人又来到了那条走廊，径直走向1002房间。想到英珠总是问起今天是几号，意识到门牌原来是日期，鼓足勇气打开门，看到身穿黄雨衣的英珠，倒在血泊中的是自己的父亲。这时英珠的脸变成了又是秀月的脸，秀月不敢置信，杀害亲生父亲的人竟会是自己。秀月查看当年的案件记录，母亲所说的纵火案其实是杀人案。带着满腹疑惑，秀月来到了母亲家，母亲却并不在家，电话也无人接听。秀月意外发现了母亲的诊断书，立马叫醒哥哥出动寻找，终于在10年前的店铺门前找到了母亲。她的痴呆更严重了，两人一同带她回家。秀月这才明白，母亲一直催她搬出去，就是想要隐瞒病情，不想再拖累她了。秀月其实并不觉得辛苦，一直都很感激母亲收留了她。第二天一早，
母亲想在自己还清醒的时候，将秀月儿时的事告知他。秀月委屈的哭诉，以为是自己杀害了亲生父亲。母亲回想那时，哥哥发现了昏迷倒地的他，母亲将他带回家照料。他虽然不记得是怎么来到这里，但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和住址。来到曾经的家，却得知家中失火，父亲去世的消息。警方调查发现，秀月经常被打。询问事发时他在哪，母亲站出来帮他证明。这时秀月突然昏倒，之后连续1周的高烧让他失去了记忆。秀月依旧担心自己是凶手，母亲一如当年般坚定地相信他，叮嘱他也要相信自己，打起精神保护好自己。母亲无条件的信任无疑是对秀月最大的安慰。吴巡警找到郑勋核实口供，却发现他满是伤痕，建议他报警，但郑勋却并不在意。秀月发现了 K， 质问他是否知道些什么，才会阻止他开那扇门。K 无奈解释自己只是害怕，因为凶手也有可能是他。两人找到心理医生，想要得到一些专业的意见。医生说他的潜意识里一定还有别的门。K 害怕的不想再打开其他的门了。秀月突然想到父亲的忌日明明是10月23号，但他打开的门是1002，而英珠一直强调的日期也是10月2号。医生说记忆在忘却的过程中会选择性的保存或歪曲事实，他们看到的也可能不是真相，但潜意识歪曲事实都是为了掩盖更惊人的真相。秀月来到警局翻找与英珠相似的案件，发现一则毒贩遇害案。当时他的儿子允浩是最大嫌疑人，但不久后有个叫福俊的人被抓了。他虽然当时一直否认，但找到了凶器便结案了。凶器中也有一件染血的黄雨衣。秀月找到福俊，疑惑他一直否认，为什么突然认罪？福俊说他有一天突然想起了作案的详细过程，但他对于22年前案子还记得那么清晰，反倒让秀月怀疑事情没那么简单。K 骑着自行车出现，决定带秀月去寻找失去的记忆。来到以前的家附近，自行车失控，两人跌入了湖中。面对 K 的呼救，秀月无奈地说湖水很浅。K 疑惑秀月怎么会知道。西迁找到当年的律师，得知10年间一直有个人给福俊写信。秀月与 K 来找福俊，但他却不在店里。K 凭着直觉找到了那堆信件，寄件人都是允浩，而信件的内容全是福俊倒背如流的口供。这时福俊回来，面对秀月的追问，情绪崩溃地抓住秀月，口中不断念叨是自己杀的，将秀月死死按入水中。这时秀月记起一段记忆，原来他早就认识了允浩，也和他一同去了保护所。秀月挣脱后，福俊突然跪地求饶，恳求秀月就当作是他杀的人。秀月再次登录暗网，果然对方就是允浩，并说秀月很快就会知道两人的关系有多特别。当初允浩带着秀月来到保护所，想要逃离那个地狱，但允浩明白，只要那些混蛋不消失，他们的地狱就永远不会结束。K 当时也记起了一段记忆，半夜找到心理医生，想要知道这段记忆是否是真的。医生询问他当时想起记忆的心情， K 说他当时只想要杀掉某个人。秀月来到保护所，从申医生这里拿到了记录，知道了他与允浩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合照中两人的关系似乎也很亲密。踌躇的秀月来到天台，看到一个似乎要寻短见的女人，那人看到秀月便匆匆离开了。吴巡警放心不下郑勋，带着政府人员来到他家，却发现家中并未关门，走进去意外发现一场命案。这个男人被逮捕，却只在乎哥哥是否已经死亡，认为只要地狱结束了就好。秀月想到英珠和允浩都说过一样的话。这时吴巡警告知秀月，郑勋并不是凶手，监控拍下了他不在场的证明。秀月质问他是怎么知道地狱的，先前是否认识英珠，但郑勋并未回答，随后被无罪释放。吴巡警发现郑勋早就知道餐厅有监控，很可能是故意制造不在场证明。秀月意识到事情并没有结束，似乎又有什么重新开始了。秀月突然发现监控中一个可疑的身影，正是那天在保护所遇见的女人，而恰好那时郑勋哥哥刚遇害不久。秀月与吴巡警来到保护所，吴巡警查到他是这的志愿者。秀月顺着女人那时看的方向，在下面的窖井里发现了凶器，让吴巡警立即通知在善出动寻找，但他却身负重伤被带走治疗。女人叫素颜，也不是第一次被打了，她与郑勋也并无交集。吴巡警查到素颜的前男友蒲某一直纠缠她，为了躲他已经搬过几次家了。他跟踪郑勋时发现他去的地方都有蒲某的身影。秀月意识到两人是约好了为彼此杀人，那蒲某现在就有危险。郑勋偷袭蒲某不敌反被打，秀月赶到救下他。郑勋拿出匕首追赶蒲某，秀月连忙制止他。这时记忆再次浮现，当时他与允浩似乎也达成了这样的协议。这时秀月一阵腹痛，郑勋惊恐地扔掉匕首逃离，秀月支撑不住瘫倒在地。来到那个长长的走廊，打开门看到了允浩杀害自己父亲的过程。K 突然出现，秀月告知他自己并不是凶手，让 K 和他一起去逮捕允浩。K 手中却拿着匕首，而这也是他最初的模样。意识到他可能杀了人，不知该如何是好。这两个饱受虐待的孩子，为了逃离地狱，计划互相帮彼此杀人，想要就此摧毁地狱。秀月不相信自己会做出这样的事。K 认为记忆可以伪造，但那时的情绪骗不了人。他当时就是疯了一般的想要杀掉面前这个人，很愧疚，因为他害得秀月成了杀人犯，只能选择让自己消失。秀月从病床上惊醒，幸好只是划伤，并无大碍。从西迁口中得知，郑勋逃跑了，蒲某正在接受调查，素颜也还未苏醒。
秀月找到心理医生，认为一心除恶扬善的 K 不可能会杀人。心理医生倒是能理解 K， 因为他并不是为了拯救世道才出现，而是为了拯救秀月。他就是年幼的秀月为了自我保护而创造出来的人格。为了保护秀月，他一定会在所不惜，哪怕是杀人。秀月很担心 K 真的就这样消失了，之前拼命想要甩掉的包袱，现在就这样不见了，反倒有些失落了。秀月突然意识到，这会不会是允浩的阴谋？他早就知道秀月失忆的事，所以就不断设局让秀月怀疑自己，甚至让 K 也陷入困局。医生也察觉到这就是情感操控的手段。秀月决心查明所有真相。龙社长这边因为涉及到凶杀案，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打算和安德烈离开韩国，在离开前想要将药品都处理了。面对对方的坐地起价，龙社长冷笑一声，拿起酒瓶就是霸气一击，对方的手下也被安德烈秒杀。龙社长从安德烈这得知，那个弑父的女孩并没有买过药品，警方也在寻找给她卖货的人，猜测这背后还有其他阴谋，认为在离开前也要先将她处理了再走。这个帅气的男人竟患上了相思病，朝夕相对时觉得对方厌烦，但当那个人突然消失，又满是不舍。惆怅的秀月再次遇上了电梯故障，这让他又情不自禁想起了 K。 突然秀月看到一位红衣机车男，立马追上去激动地抱住他，但他摘下头盔，却不是秀月心心念念的 K， 而是一个白胡子大叔。秀月来到郑勋打工的地方，在冰柜旁找到了熟睡的郑勋，感同身受的秀月并没有吵醒他，默默在一旁等待他醒来，苦口婆心地劝说他收手，不要为了人扎毁了自己的人生，并承诺也会救出素颜。他一直很懊悔没能救下英珠，所以这次一定会保护好他们。就在郑勋要说出幕后黑手时，电话响起，对方正是允浩，问秀月是否记起两人的关系有多特别，讽刺秀月受惊的模样还是和以前一样。秀月跑出门大喊让他出来，等他再回到饭店，郑勋却不知所踪。蒲某逃跑的路上，郑勋骑着机车出现，将他打晕带走。秀月从吴巡警这得知此事，而监控显示他正前往素颜所在的医院。秀月等人立即赶往医院。天台上，郑勋将蒲某一顿暴打，秀月赶到劝阻他，承诺一定会逮捕蒲某，让他受到惩罚。但郑勋却说已经晚了，要是这次行动也失败了，素颜就会死，那个人就正在看着他。秀月看到了对面的面具男，意识到不妙，立即赶去素颜那边。这时又看到了面具男走过，让吴巡警先确认素颜的状态，并立即申请支援。秀月拼命追赶面具男，反被打倒在地。面具男接连不断的重拳，让秀月想起了那段记忆。当时允浩杀害了秀月的父亲，还不断暴打秀月，逼迫他承认两人互换杀人的事。这个男人如英雄降临般霸气登场，一把扔开允浩，救下了秀月，将他一顿暴打呵斥他根本就是个恶魔。原来 K 并没有杀人，他的出现就是为了保护秀月。面具男欲给秀月最好一击， K 及时出现，一套组合拳瞬间将面具男打趴在地，表示他就是专属于秀月的英雄。两人相视一笑，将面具男一顿痛打，解开面罩，他却并不是允浩。此时电话响起，允浩早就猜到了 K 的存在，明白秀月并不是孤军奋战，让他好好期待，两人很快就会见面。郑勋面对审讯依旧闭口不言，秀月带着郑勋回家吃饭，哥哥看到郑勋的模样，就和第一次见到秀月时如出一辙。秀月妈看到满是伤痕的郑勋，连忙起身去找药箱。秀月主动告诉郑勋，她13岁以前和生父住在一起，每天的日常就是挨打，之后父亲去世，就是他们收留了她，那时秀月才拥有了真正的家人，也是对她而言最真实的存在。希望郑勋能明白，世上还是好人更多，他也是可以获得幸福的。安德烈找到了能原价购买的新买家，准备将药品处理后就离开。龙社长还是认为英珠的事件不是巧合，害得他们被警方盯上，想要查出背后是谁指使。西迁打探到安德烈和龙社长买好了去俄罗斯的船票，而眼球药品的源头就是他们。安德烈顺着线索找到了面具男，西迁跟踪龙社长来到了仓库。龙社长接到安德烈的电话，得知对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引出那个抓住金组长的警察。安德烈审问面具男幕后黑手究竟是谁，允浩突然出现给他扎了一针，药物作用让他无力反击，被面具男杀害，用最后一口气让龙社长先离开，面具男也被允浩杀掉。龙社长正要赶过去，西迁出现拦下他。龙社长质问他们在追查的混蛋到底是谁，两人一番打斗，西迁不敌反被铐住。秀月赶到现场，疑惑是谁杀了他们两人。西迁想到龙社长的话，意识到是允浩。次日一早，秀月妈打包了郑勋爱吃的小菜，让秀月带去给他。秀月让郑勋不必有压力，会等到他想说出来的那天。K 担心允浩知道秀月有双重人格的事，会揪住这点攻击他，认为或许只有他消失才是最好的选择。秀月来到保护所找到申医生，说出了自己有双重人格的事，请求他的帮助，想要接受治疗。其实秀月早在郑勋这得知，当时郑勋在保护所见到英珠时，他一直在哭，因为申医生控制了他，就算他想要停下来也办不到。想到幼时允浩对自己说过的话，申医生也同样说过一样的话，确定了他就是允浩，两人之间的游戏也正式展开了。这个医生有点狠，一直情感操纵饱受虐待的青少年，使他们变成杀人犯，看似拯救他们逃离地狱，实则是将他们推入另一个地狱。秀月也深受其害，
但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只能计划进入那个地狱，和 K 一同联手惩治这个恶魔。龙社长潜入警局，偷走了安德烈的尸体，亲自将他火化。K 难掩对允浩的愤怒，秀月叮嘱他一定要隐藏好自己，不能让允浩察觉出异常。秀月来到保护所接受治疗，秀月告知申医生，当时允浩杀害自己父亲时，是 K 出现救了他，之后他就逃跑了，也没有意识到 K 的存在。申医生问 K 现在是否在这里，提出想要先和他聊一聊。申医生摘下了眼镜，说他就是允浩，还说 K 和他很像，都是在极尽所能的保护在希，就算他没有杀了在希的父亲， K 一定也会这样做。面对他的挑衅， K 再也控制不住怒火，秀月赶忙拦住他，质问申医生到底是在做什么。申医生解释是为了确认 K 对允浩的反应，只是治疗的手段罢了，转而问秀月，当时逃跑前有没有确认父亲是否死亡，凶手真的是允浩而不是这个暴躁的 K 吗？ K 气愤地狠狠揪住他的领子，秀月猜到他就是想要将这件事诬陷到 K 头上，从而达到情感操纵 K 的目的。 K 现在一心只想要除掉允浩，委屈地说自己没杀过人。秀月安慰 K 更要冷静对待，不要中了他的圈套。 K 担心刚刚的行为都被摄影机拍下了，会被他发现端倪。秀月想到每次申医生都会拍下治疗过程，找到那个或许也能作为证据。秀月与 K 换上一身校服，潜入申医生办公室，成功找到了他拍下的诸多视频证据。组员们对申医生的恶行都很愤怒，但光凭视频证据很能将他定罪。现在最有利的就是将他和药品扯在一起，查出他杀害安德烈的证据，那就要先抓住龙社长。福军又收到了允浩的信件，情绪十分崩溃。秀月得知龙社长偷走安德烈尸体火化了，猜测他应该已经带着骨灰跑路了，但西仙并不这样认为。他从龙社长当时的表情看出，他一定会报仇的。你见过这样的心理医生吗？仅靠只言片语就能操控一个人的生死。秀月得知福俊放弃重审的消息，前来找他询问原因，发现服药自杀的福俊身旁还有允浩寄给他的信件，让他不要再挣扎了，不如亲手结束了这个地狱。幸得秀月发现及时，福俊并没有大碍，但他还是一心求死。秀月坦言他也是允浩的受害者，很理解福俊的心理，但希望他不要再逃避了，这是抓住允浩最后的机会了，才能洗清他的冤屈。秀月刚到家楼下，龙社长突然出现，狠狠勒住他的脖子，将安德烈最后的通话录音放给秀月听，质问电话里的人到底是谁。秀月拼命挣脱，让龙社长交出录音，他要抓住凶手的决心绝不亚于他。随后放下枪，承诺一定会赌上性命抓住那个家伙。龙社长面对审讯，只在乎自己是否能在法庭上见到那个混蛋。秀月申请了逮捕令，和组员们出动准备去逮捕申医生。这时接到福俊的电话，秀月赶到一处破败的楼房，福俊说觉得自己去死太冤了，现在已经知道谁是允浩了，想要和他同归于尽。突然挥刀扑向秀月，说他就是允浩。原来是申医生操控福俊，让他认为秀月就是允浩。申医生来到这里，竟当着秀月的面杀害了福俊。K 愤怒地对着申医生就是一顿暴打，看着他挑衅的笑容，拿起了刀，幸得秀月及时拦下。申医生接受审讯，面对种种案件都承认是允浩做的，但却反问秀月，允浩真的存在吗？虽然所有受害者都与允浩有关联，但也和另一个人有关联，那就是秀月。而且除了秀月，没有人见过允浩的真面目，说他一直追查的允浩其实就是 K， 也就是秀月的另一个人格，而杀害福俊的也是他。西迁质问秀月到底是怎么回事，秀月将自己有双重人格的事告知他。西迁接受不了这混乱的一切，让秀月暂时退出这个案子。这个男人有多惨，只是想要查明真相，却一步步落入恶魔的圈套。秀月的心理医生也涉嫌非法赌博和非法医疗被通缉中，现在已经跑路。秀月妈也被申医生情感控制了，混淆了他的记忆，误以为秀月杀了自己的父亲。郑勋也再次被申医生洗脑，龙社长的毒贩身份也让他的证词不作数，没有实质证据，警方只能释放申医生。秀月的家也被搜查，得知消息焦急地赶过去，秀月妈将他拉到一边，说他都记起来了，当时第一次见到秀月时，他的手上拿着刀，浑身是血，是杀了父亲才逃出来的，让秀月不用担心，凶器他已经处理好了，一定会保护好他。秀月猜到是允浩操控了母亲，悲愤交加。警方在秀月家中找到了凶器，这都是申医生的诡计，将凶器交给秀月妈，再控制了他的记忆。秀月冲向申医生，质问他到底对母亲做了什么。看到他的挑衅的笑脸，再也忍耐不了，不断挥拳打向他，被警员们拦下。警方还说在秀月家发现了凶器，要立刻逮捕他。秀月的怒火达到了极限，认为或许 K 才是对的，这种人渣就应该去死，拔出枪对着申医生。K 飞身拦下秀月，一声枪过后，时间过去了4个月，秀月神情呆滞地坐在病床上，乖乖地服用药物。西迁带着便当来探视他，说大家都很想念他，都在尽力救出他，为他洗清冤屈。询问 K 真的消失了吗？秀月只是呆呆地说 K 是谁，似乎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秀月回到病房，吐出药物藏在了床垫里。K 出现，狠狠勒住秀月，两人一番打斗，秀月的武力值也提升了很多，表示是时候出去了。两人相视一笑，决心一起去了结了允浩。这个帅气的男人被关在精神病院，每天的日常就是上演无限越狱，想到和 K 待在一起的时光，都是十分惊险刺激。
觉得或许自己真的比想象中强大。秀月将药片磨碎，偷偷放入饮用水中，规划好逃亡路线，并查出院长贩售违禁药品，威胁他将自己送到医院。却不料途中院长下达了除掉秀月的指示。幸得秀月这5个月的磨练不是白练的，分分钟干趴众人。局长得知秀月出逃，十分气愤，组员们也很担心秀月的安危。想到那个人去楼空的心理医生，立即出动。秀月找上心理医生，二话不说就是一拳。因为他的失踪，害得秀月没有人证，被强行关押在精神病院。郑勋离开了少管所，将秀月出逃的事告知了申医生，担心他当时没给秀月作证会被报复。申医生让他不用担心，秀月很快就会回到他原本该在的地方。申医生走后，郑勋偷偷将刚刚的录音保存好。心理医生认为，一个戴面具的人最怕的就是脱掉面具，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证明申医生就是允浩。心理医生疑惑申医生是允浩的话，那真正的申医生是谁？此时警员们正冲向这边，被西迁等人阻拦。秀月趁机夺门而逃，警员们穷追不舍，幸得西迁驾车出现，才成功帮助秀月逃离。西迁将秀月狠狠甩在地上，是得他一直不信任他们。秀月将计划告知了几人，还主动介绍了自己的另一个人格 K， 众人都有点摸不着头脑。秀月说他漏掉了一个关键性证人，当时那个胡子男说出了允浩的名字，两人之间一定有更深的渊源。西迁回忆那个男人平平无奇，只有指纹被刻意破坏了而已。秀月还是决定追查试试，毕竟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在单等人立即出动寻找线索，得知胡子男10年前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买过药品，他那身病号服很特别。在单查到那家医院早就倒闭了，而院长就是心理医生。患有痴呆的母亲独自在家，门缝中却突然掉出一封神秘信件。秀月立即联系心理医生，将胡子男的照片发给他，让他帮忙查看他的姓名。心理医生查到胡子男就是真正的申医生。这时申医生来到了这里，淡定地将门帘拉上。秀月赶到这里，只看到负伤倒地的心理医生。这时秀月接到哥哥的电话，赶回家中。哥哥说刚才母亲不知道怎么了，一直说秀月有危险，就要去找他，但母亲却似乎不认识秀月了，还激动地捡起玻璃碎片，说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秀月。秀月看着母亲的样子，十分心疼，哭诉自己就是秀月。母亲也终于清醒了过来，两人紧紧相拥而泣。这时电话响起，申医生说都是因为他不安分，才会有那么多人受伤。秀月质问他到底想要什么，他做的并不是在救人，而是在将杀人合理化罢了。申医生安抚郑勋，秀月马上就会回到他该在的地方，也早就察觉到郑勋一直在录音，警告他立即停手。秀月又回到了那个老房子，这也是一切开始的地方，也该在这里结束了。K 无条件的相信秀月，让秀月也要相信自己。秀月走进屋子，申医生说在西和允浩终于重逢了。秀月还是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申医生让秀月必须要承认，他才是拯救了他的人。随后扔出打火机，点燃了屋子。秀月这才看到火海中的郑勋，顿时头痛欲裂，想到了被家暴的往事和父亲遇害的场。K 出现鼓励秀月打起精神，当务之急是救出郑勋。秀月坚定地冲进火海。申医生突然从背后给秀月注射了一针。申医生认为秀月一直不承认允浩救过他，都是因为 K， 癫狂地说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能救秀月的只有他一人。秀月依旧不为所动，申医生直接给了他腹部一刀，随后转身离开。这个身陷险境的男人拼命呼喊体内的另一个人格救救郑勋，但此时 K 也难以动弹，只能眼睁睁看着申医生远去，支撑不住晕了过去。秀月想到他一直未能拯救允浩事件的受害者，就这样看着他们一一死去，想到当时救自己的 K， 还有无条件信任他的母亲，强撑着起来，背着郑勋走出了火海。追上要离开的申医生，嘲讽他就是因为害怕才会拼命想要除掉他。两人一番打斗，本就负伤的秀月只有被打的份，但秀月依旧不放弃，用头狠狠地撞向申医生，直到他失去意识瘫倒在地。警笛声传来，秀月终于松了一口气。秀月在那个漫长走廊寻找着 K 却说他是时候该离开了。秀月不舍得与他道别，看着他离开的背影，说了一声感谢。那时的秀月也只有 K 守护着他，秀月很感谢 K 救了他， K 却说他应该感谢自己，因为救他的就是他自己。秀月冲向那扇门呼喊着 K， 看到蹲在角落不让自己哭出声的 K， 两人紧紧相拥，泪流满面。秀月从病房苏醒，得知郑勋得救，还帮他作证了，也证实了申医生就是允浩。心理医生也并无大碍，秀月也终于洗清了冤屈，一切尘埃落定，身旁却没有 K 的身影，似乎是真的离开了。秀月来到复职委员会，局长叮嘱他不要说出双重人格的事，就当作是在钓鱼执法。但面对审问，秀月想到一直拯救他的 K， 不想否定他的存在，说他虽然有些疯狂，但真的是个很好的人，也真的很喜欢他。随后起身离开。郑勋来到披萨店，说看到这里在招聘外送员，哥哥立马热情招呼他进来吃披萨。秀月独自坐着跷跷板，想着之前与 K 一同玩耍的时光，不免有些失落。西迁找到秀月，问秀月还记得在他家疗伤的那天吗？疑惑那时和他 kiss 的到底是 K 还是秀月。 K 突然出现，狠狠勒住秀月的脖子，警告秀月正义和爱情都是不可退让的，质问他那天还做了什么。但这都是秀月的幻想，他也决定打起精神重回警局。
龙社长打晕了狱警，找到申医生，亲手帮安德烈报仇了。1年后，秀月成为了正义的警察，面对金钱也毫不动摇。得知背后大佬竟是厅长，霸气走过去，不顾众人阻拦，飞身一脚踹向他。